喺好耐好耐之前，有一個好乖嘅女孩子，叫瑪利亞。有一日，當瑪利亞勤力打掃嘅時候，有一位天使突然出現。瑪利亞，唔使驚，我係天主嘅，我嚟揾你。瑪利亞，你將會懷有天主嘅 BB， 你要幫佢改名叫做耶穌。感謝天主，我會照你嘅說話去做。喺呢個時候，瑪利亞就懷有天主嘅兒子耶穌，佢好開心，馬上祈禱感謝天主。後嚟，天主亦派咗天使響瑪利亞嘅未婚夫若瑟嘅夢中，話俾佢聽，瑪利亞因聖神而懷有耶穌嘅事。若瑟之後就照天使嘅囑咐，娶咗瑪利亞做佢嘅妻子，一齊等待小耶穌嘅出世。喺呢個時候，羅馬皇帝落咗一道命令。羅馬皇帝命令，羅馬皇帝命令，所有人都要返鄉下登記。於是若瑟就帶埋懷孕嘅瑪利亞，開始咗漫長嘅旅程。佢哋行咗好耐好耐，終於到咗若瑟嘅鄉下白冷城。瑪利亞，不如我哋去前面間旅館休息下啦。好啊。老闆，請問有冇房啊？冇啦，冇晒房間啦。若瑟 BB 就嚟出世啦。老闆，請你幫忙啦，我太太就嚟要生 BB 啦。咁啊，等我諗下先。有啦，嗰邊有間馬棚，你就可以去嗰度休息嘅。老闆，多謝你呀。唔使客氣。小朋友，馬棚即係馬住嘅地方，冇床，只有餵馬食草嘅馬槽，同埋一啲乾草。若瑟同瑪利亞因為旅店都冇晒房，唯有喺呢度休息。就喺呢一晚，小耶穌要出世啦！若瑟攞咗啲乾草放喺馬槽內作為 BB 床，瑪利亞將用布包住嘅 BB 耶穌好小心咁放喺馬槽度休息。不如我哋一齊詠唱馬槽歌嚟慶祝耶穌嘅誕生。
帶住一群羊仔上山食草。天黑啦，佢哋就準備休息。突然，天空出現一道強光，有一群天使出現咗。啲牧羊人見到好驚啊！唔使驚，我有一個大喜訊要話俾你哋聽。今日喺白冷城裏面，救世主耶穌出世啦！一個用白布包住瞓喺馬槽裏邊嘅 BB， 佢就係耶穌啦。天主在天受光明，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有一群天使出現喺天空中唱歌喎。不如我哋同佢哋一齊詠唱歌曲《耶穌誕生》。好嘢！救世主耶穌出世啦！我要去白冷城見小耶穌。我又要去。喂喂，羊仔走啦！我哋去見小耶穌啦！於是牧羊人就帶埋啲羊仔趕去白冷城啦。我要話俾大家知小耶穌出世嘅好消息。好啊，好啊！小耶穌出世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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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另一方面，喺東方有3位賢士，發現天上出現一顆又大又光嘅星星。你哋睇下，根據記載，特別大堂光嘅星星係代表有一位救世主要誕生。我哋快啲帶埋禮物，跟住粒大星星去揾救世主啦！好啊，好啊！3位賢士帶住黃金、乳香、沒藥，跟住大星星去揾小耶穌啦。小耶穌喺度啊！我哋將啲禮物送俾佢啦。我送黃金，我送乳香，我送沒藥。多謝你哋呀！
天主愛我哋，仲將小耶穌賜俾我哋。我哋要將呢個大喜訊話俾其他嘅人知道啊！為咗慶祝耶穌嘅誕生，我邀請大家一齊詠唱普世歡騰，以表達我哋歡迎喜悅嘅心情，以及對天主嘅讚頌。